我们非常荣幸啊，能够请到热腾15世江才普俊仁波切坐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仁波切您好。哦，这是跟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好，大家好，这是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啊，江才普俊仁波切呢，这次到澳大利亚来进行一个佛法的，还有这个对于人生的一些教化一些讲学。仁波切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大家都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人们往往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困惑呀，也对于所有的各种宗教，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呢，都有一种感兴趣的这样的兴趣哈。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佛教呢这个宗派非常非常的多，其中包括显教啊、密宗等等。我们也经常听到像仁波切、活佛这样的，这个应该是属于密宗的教法，对吧？理论来讲就是我们如果再专业一点去讲的话，叫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或者是声闻乘、大乘佛教。对，当然咱们藏传和汉传基本都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对的。所以在仁波切和活佛这些，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用词。当然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也不等于是密宗。对，藏传佛教里边也有密宗和显宗之区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到这里呢，大家就感觉藏传佛教非常的神秘啊。每当说到这个仁波切啊、活佛，大家都有一种神秘感，不太了解。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还是有很多门派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小说呀，或者说其他的纪录片里面知道有黄教啊、花教啊、白教啊。那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所主要修习和传承的教派和他的教派的一些理念，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OK， 那藏传佛教发源以来，因为地理位置的不一样，比如说萨迦、噶举、宁玛、格鲁，它是这样去区分的。之所以在中文里边体现为黄教、花教，是因为它法帽的颜色不一样，帽子戴的帽子一样。对，然后大家为了非常通俗的去区别它们之间的这个区别，但是理论来讲，它应该是叫宁玛、噶举、萨迦、格鲁。那么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格鲁的一个僧人。格鲁派。那么格鲁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善归或者善律。善律。对，那么当时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他出生的时候刚好是西藏比较佛法混浊的时候，所以对于这个密宗的这种修行者呢，他们认为戒律很不重要。因为我是大乘里边的最根基最好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就比较反对，因为佛陀的最终教诲就是以戒为师。当佛陀不在的时候，戒律是根本。所以宗喀巴大师兴起了这个戒律，一定是所有佛法的根本和基础。但是又不忘失内在的大乘佛法的教义，又不忘失外在的声闻的戒律的清净，所以就有了善律善归。所以在古印度佛法的僧人修持戒律的人，他通常有戴黄色法帽的这个习俗。对，为了重振戒律，宗喀巴大师就戴上了黄色的法帽。当然，他也没说我开创了格鲁，只是后继的人把这个戒律作为根本。又去像那兰陀寺的传承一样去修行五部大论，先学写20几年的显教的基础，再有资格学密法的东西，所以叫格鲁。那么刚才呢，江才普俊仁波切也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了他本身修习的是主要是格鲁派的。那么格鲁派呢，以这种律法非常的严格，修行的非常的也是非常的自律给它产生一个当时佛法有一些衰落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这种藏传的佛教里边修行其实是非常的严格，是吧？也同样讲究戒定慧，讲究这些的。那么说到这些我们刚才您说了很多，像藏传佛教的一些常识，还有一些像比如我们修行的很多的五大论呀等等等等，其实给人感觉呢比如说当我们说到什么入中论、入中观论啊、量释论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太深奥了太深奥了。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包括汉地的佛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很神秘，不知道这个说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呢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远。那其实现在的我觉得佛法的一个现代的意义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它在现实生活当中，佛法是否还能够
在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帮助和启发呢？其实佛法是非常入世的一个东西，对，它其实不讲过去，不讲未来，它就讲当下的那颗心，它到底在干什么啊？比如说你的心遇到了一个境啊，这个境可以是家庭啊，可以是个人感情，可以是一个事业，甚至可以是喝一杯咖啡。你有没有专注的去享受到它的程度，其实就是佛法的境界。如果你修得非常好的人，那他专注的去享受一杯咖啡，或者专注的去倾听一个人的声音，或者专注的再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哪里所有任何东西的分享。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佛法，而不是脱离于当下。讲到我们通常中国人就会认为说预知未来的功能，或者在讲一切过去的很多纠结的事情，这都不是，只说当下，这就是佛法。那么我觉得仁波切呢给我们开示的非常的有启发啊，因为呢有很多误解。说到佛教的时候，大家都说不求今生修来世啊等等的其实呢仁波切给我们开示的说的是，我引用《金刚经》的一句话，就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只有当下的这一刻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那么其实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误解，比如说要修一个来世要求一个好的福报或者说还有像您刚才说的我要求一个什么样的神通身体上的什么状况。那么这些的追求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我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心愿的？其实大家会有一个误解，说佛弟子是修来世。修来世的意义是说忽略你今世的很多的贪欲心，而把目标定到来世，而不是舍弃今世，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为了有更好的明天，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受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对今天的很多来自于负面情绪和过多对于自己的这种关注度就会降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善巧和非常具有诀窍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他不是说舍弃了今天，如果没有今天哪来的不可能有明天？所以没有今世哪来的有来世？为了把目标定到来世，而把今世享受好。这种享受不是贪图富贵或者说是熏陶在名利里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每一个心每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和每一天都有一点底的这种觉知能力。心越觉知能力越强，那他透析境的能力就越强，你就活得越自在。我觉得仁波切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有启发，因为这个过去、现在、将来，其实它是一个有对比的，相对来说的所以说呢，如果从一个连续的整体的状态来去看，对于我们世人来说，是有今生来世当然了，如果我们真的悟到了这个整体，也许没有今生，没有来世。但是呢，从这个仁波切给我们这种开示，我感觉一切其实还是要立足于当下，关注于当下的这一刻，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因为佛法里边讲一个东西，就当然这个名词就可能比较专业一点，一个叫圣义谛，一个叫世俗谛。在世俗谛里边要善良，要圣义谛里边一定要脱离所谓善良和不善良的这种局限。所以当下我们要过得好，但是当我们说到当下的时候，当下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它是一个不能抓住的东西，但是却能利用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智慧和福报。刚才您也说到一个圣义谛一个凡俗谛其实有很多的同修刚刚也知道，就是凡俗不二，就是圣俗不二圣俗不二的，大家其实都是同一种。那么说到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论是佛陀还是他的后继者，包括宗喀巴大师还有包括我们这么多宗派的这种佛教徒，他其实要传达给世人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的这种追随者还有这种求学者，一定是想知道最核心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您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去开始一下？ OK， 那么佛陀的教义也好，佛陀的追随者，那兰陀寺的这些传承者，到龙树菩萨、无着菩萨、月称论师，到后期的阿底峡尊者，到藏传佛教的宗喀巴大师等等，他主要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心理，就是我想得到快乐。那么快乐的障碍者，它是内在的一种烦恼，所以佛法就是一种方法，
如何能熄灭烦恼的方法称之为佛法，熄灭烦恼的状态称之为涅槃。所以我们对涅槃、寂静这些名词我们听不懂，对，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有方法对治烦恼就是佛法，没有烦恼的状态就叫涅槃。所以修行佛法的唯一目的就是能让我们多自在、多快乐，而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这种稳定的状态，这就是佛法。所以说呢，当说到涅槃的时候，有很多我们凡人对它有很多的误解，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认为涅槃是像一种什么成仙得道那种感觉。其实通过您的开始，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好像就像这个屋子的灯光它打开以后，这个屋子其他的黑暗就自然的没有。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当我们达到这种觉悟的境界，也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内心里面所有的这种黑暗的角落，让我们没有这种烦恼。是不是就是说，整个的修行呢，就是要一个这样的状态？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因为佛陀讲苦集灭道四谛，对，最终达到的状态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没有伤害，没有痛苦，你也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伤痛，你也不会给自己带来无名的伤痛。这就是佛法的需要的东西。那么说到这个去除这种烦恼，也许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生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困惑纠结让我很烦恼，我也想去除烦恼。但是这个时候，佛法给我们一些没有具体的操作的这种修行，让你去真正的能够排除这个东西，或者说看破这个东西。说到佛教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想到出家，就是放弃自己的生活，放弃自己的亲人，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要走到一个单独的地方。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佛法当中，有没有说一个人必须要出家，放弃自己现在的生活来去追求这个快乐？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放弃和放下之间的区别。对，佛陀一直在告诉我们要放下，但是从来没有讲要放弃。放弃是一种行为，我放弃家庭；放下是一种念头，你放下对它的执念。你可以就是修行佛法，如果你会修的话，似乎你什么都不用做，但你一定要什么都去想。对，所以说放下是对他的这种执着的念头逐渐减少，越来越低，那么才是真正的放下。放弃是一种逃避的行为。我可能搞不定它，对不对？我算了，我先放弃了，等我有本事了再说能不能驾驭它，这叫放弃。放下是说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行为上一直在持续，但是从意念或者念力或者从思想这种观念的角度来讲，我一直在放下。所以说修行不等于出家，没有出家的修行人修得很好的多得多。在藏传佛教里边，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叫中东巴。中东巴是整个噶当派的继承者、发扬者，也是整个藏传佛教里边的核心人物。但他只是个居士，他不是出家人。这就证明了很多东西。对，我觉得呢，您的这个开始也打破了我们世俗之人的很多的误解像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放弃和放下，其实放弃就于我们的个人理解放弃其实真的是一种消极的、一种逃避的。这也是很多人误解佛教的一个角度说佛教是比较消极的、厌世的、出世的等等那么通过您的这种讲解，我们感觉他放下并不是要你停止做世间所有的事情更也许要相反，要做的更多，要去利用世间的这些事情去通过这些世间这些事情呢，去看透背后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汉传佛教有一句话叫佛法在世间，离世间绝。那么像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世间的人，怎么通过日常的生活去能够达到这种佛教修行所追求的觉悟、觉知和了解呢？OK，其实更多的时候，学佛也好，你了解佛法也好，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观念。观念改变了，行为才能改变。所以佛陀传法的时候，或者说是悟道的时候，他没有讲你们去拜佛，你们去烧香，你们去磕头，他没有讲这些东西，他只是讲诸行无常，诸漏皆空，诸法无我，涅槃息。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就是任何东西随时可以失去，所以有的时候赶紧珍惜。当你去享受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随时可以放下它。但是我也所谓随时可以放下它，就是你既能享受它走了以后，你不要再去眷恋它，也不要去期待它，因为那一刹那发生的事情才是你的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我想着工作的事儿，咖啡喝完了，我都不知道咖啡是什么味的话，那就说明你并没有活在当下。那么工作的时候，我又在想家庭的事情，那么再回到家里边，我又把工作搬回到家里边，所以我们一直是好像去捕捉一个东西，但是一辈子都没有捕捉到位。那么佛法告诉你，你可以不是一个佛教徒，可是利用佛法的智慧，你可以完全的去享受你所拥有的所有的当下。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叫有觉知有悟性、有智慧的佛教徒，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能够体会到，真正的修行呢，其实并不见得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特殊的形式走到一个特殊的地点我原来生活澳洲，我一定要走到青藏高原，这个不是一个必须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其实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丈夫、我们的儿女，其实从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在跟他们生活交往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给我们以智慧的这种感悟和启发，是不是这样的？是，处处都是善知识。对，只要你放下那一颗傲慢的心，跟谁都能学到东西，一定是这样。因为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惑，特别呢，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感情事业、家庭等等等等还有包括财富，都会认为是困惑。其实您刚才说了很多，我想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咱们逐渐的去深入。那么说到财富，刚才您说的确是有很多人去拜佛、去烧香、去做供、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但是有很多人呢求的真的是我的生意的兴隆，我的财富的好，我这一切的一切。那么这个行为当然是好的是向善的，但是这个发心会不会有些问题呢？真正的发心是只是求这个财富与成功，还是有另外的这种对于生命的感悟呢？佛教讲一个东西叫初衷，专业一点我们都叫发心。对，其实发心决定了一个人的方向。对。所谓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是学的经论之间的区别，而是你为了谁去修行。如果为了求自己解脱，那就叫小乘佛教；如果为了让大众有情众生脱离轮回而去修行，称之为大乘。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发心决定了一个人的方向。那么你去建寺建庙，就像达摩祖师来到汉地一样，汉武帝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功德？他说你没有功德，是因为他并没有否定他功德的全部，而是因为发心否定了他的功德。对，所以我们修行也是如此，你的动机决定了很多。你为了你的财富，利用财富让更多的人得到财富的发心是没有问题的。你为了你追逐财富没有问题，对不对？对。那问题在于你追逐的财富变成了你变成财富的奴隶了。那就是问题。所以在佛教里边讲的这个福报不等于财富，福报不等于财富。对，福报是一种驾驭财富的能力。你能驾驭得了，那才是你的。你驾驭不了的，你拥有再多也不是你的。对。所以说到财富呢，我们有的时候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金钱，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包括励志心灵鸡汤去讲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是你能够成为百万富翁，你都有很多财富。但是跟上师跟仁波切一起谈话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财富其实不仅仅是金钱，是吧？财富应该是一种对于你对于生命的一种感悟，对于生命的一种态度，你能够时时刻刻的保持的一种不被困扰所迷惑的一种状态。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去，比如说在家庭方面在家庭方面会感觉到，无论跟父母还是跟妻子、丈夫还是跟小孩，都很难处理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说我跟他们脱离。我去追求一个所谓的智慧，那么这个方法是不是等于南辕北辙了？那么我如何去真的去通过修行跟父母妻子丈夫小孩把这个家庭把它搞得非常的圆满？有没有佛法去帮助他们？其实理论来讲，佛法就是让你的心不断的变大，变深。所谓深度，在佛教里边称之为智慧；所谓广度，在佛教里边称之为菩萨心。其实就这两样东西。对。所以一颗接纳的心就决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你一定要接纳他不好的那一面，
不要只去好的那一面，不用你去接纳。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所谓的接纳一定是有缺陷的。那么如同他人有缺陷，你也是有缺陷。对。我们一个有缺陷的人跟更多有缺陷的人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东西。对对。那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最好的道场。没错。对，所以说小朋友也一样，小朋友有他天真的那个可爱的那一面，当然也有他淘气的那一面。对。可是如果你生下来的小孩不像小孩，像一个老人一样，你会更担心。像老子生下来就80岁。对，但是呢，你会更担心，觉得哎，我生了个什么异样的物体啊？他怎么那么可怕？我们会这样子。对，庆幸他还是小孩的样子。对对。可是小孩的样子你又接受不了，老人的样子你更接受不了。那你想要什么？无非你想要的就是你内心想要的那些全部。那就说明你并不爱你自己的孩子。你爱的只是我想要的那一面，那一面如果的话，在佛教里面，这就叫自私。哦，你太自私了，你想要呈现的都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他人也这么去想，这个家就没法过了。所以让这样的一些东西深深打开自己的心，要有一颗接纳的心。我有缺点，他有缺点，他也有缺点，设身处地的为他人去着想。这个时候，这个家庭自然就会和谐的因素就会好很多。相互去接纳，对你犯错误了可以，因为你是凡人，我也是凡人，大家都是，这是一个凡夫的家庭，不是在净土的一个家庭，也不是在天堂的一个家庭，对，这是人间的一个家庭，它就会有喜怒哀乐。OK， 如果这样去接纳到它，我们的心自然就会接纳完了以后，你就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反而觉得很正常，一正常化了，我们就有很多理由可以正常下去了。所以这些烦恼和东西打破不了我们的心。所以我感觉到，您说了很多，其中有一个词，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接纳。好像一切都起于接受，是吧？我们如果能够接受当下的这些环境，接受当下的不同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么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保证心能够安住了。那么首先是接纳，其次呢，我们也说到了一个爱啊，我们大家都说，我去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老公，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但从您的这个分析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像看对方一样看自己？如果对方有缺陷，我们肯定也是有缺陷，是吧？可以通过一个镜子一样的东西来达到一个自省。这个时候通过不断的自我圆满也就可以感染到对方，感染到家庭的其他的成员，是不是这样？理论讲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去改变点什么，首先你得接纳点什么。对，就像我们修车一样，你得接纳车是有问题的，你才可以去修。没错，你连问题都接纳不了，这车不修了，那你这个店也开不下去。没错。养家庭也是如此，就因为改变，我们才有接纳。对，就因为接纳了，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改变。那么众生永远都是自己的对境。对，众生那边反映出来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就像我们一个大的公司一样，我们老从客户身上找问题。对。而这个公司不到几天，我估计应该就破产。没错。那一样，我们就像一个公司，我们得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公司才会越来越强大，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您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从自身去找问题。当我们世人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惯性就是从外界去找解决方案。我们会去抱怨这个社会制度不好，或者我们抱怨环境不好，我们抱怨我们遇到的人不好，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去开始问自己的心是不是完整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到了佛法一个修行的核心，就是在儒家叫自省。那么我们佛法是不是其实也是所有的核心都是在自身，在自己的心，在自己的行为上，以自己为中心去做这个修行？是这样。佛法称之为修行，等于是修心。对，修的是一颗心。或者因为佛法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佛法是比较客观的一个科学探索的精神，所以他觉得可能社会制度或许有问题吧，但这不会引来更大的麻烦。而你如果带有问题，你在任何社会制度之间都会带来麻烦。所以说，先把大的麻烦给解决了，先把自己的麻烦解决了之后，再看这个制度或者看这个人还有没有这些问题。这才是关键。没错。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他自身能够提高，能够改变，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他们集体所产生的制度也好还有合作的协议也好会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呢，从个人去入手。那么从个人的入手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修行方面的一个话题，大家就说，哎，那我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秘法？特别见到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些上师，会觉得有一些秘法，告诉我一个咒语，告诉我一个手印，或者告诉我一个什么样的修行，我就得到。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就需要一个单独的秘法来去，还是说在生活这些平常的日用当中就可以去修行呢？最好的佛教里边的手印就是双手合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全部都在前面了，我的心跟外面是一致的，这是最好的手印。最好的手印，对，最好的咒语就是感恩，感恩，我感恩所有给赐予我的一切的东西，不管我现在遇到的是困境还是顺境，只要遇到了，对我肯定是有帮助的。对，所以在藏传佛教的修行里边，尤其刚才我给您提到的阿底峡尊者、中东巴尊者，我们称之为噶当派。噶当派就是说，不要繁琐的宗教情节，也不要太花哨的这些宗教仪轨，直指内心。对，你的心在干什么，决定了一切。佛陀讲84000法门，都是为了对这84000个烦恼，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修行。所以说呢，如果说佛陀有84000法门，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遇到的所有点点滴滴都是法门？那么如果遇到这种点点滴滴，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最好的手印就是合十。其实它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态度，它的谦卑，它的这种开放，它的这种包容。最好的咒语是感恩，我觉得也是这个感恩，其实也是代表了心它的一种圆满的一种状态那您也说到了，这个修行呢，主要就是修心。那么但是人呢，很容易在世俗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您帮助我们讲明白了，下一个事情来了，也许又迷了。那么一个人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时时刻刻不持续不断的能够提醒自己保持这种状态？OK， 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包括我自己在内，接受了那么多的寺庙的教育、理论上的东西，包括一些我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实践一些修行的东西。但是我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也需要时间去消化，我也需要。但是这种烦恼和我的心之间的博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生命过程。对，所以我们不要期望说一个咒语就能熄灭所有的烦恼。如果这样的话，佛陀一定不会那么吝啬讲给我们。对，佛陀真希望我们脱离论，比我们自己还要爱自己。对，所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教里边千万不要产生依赖的心。不管对于上师也好，佛菩萨也好，还是任何的，不要依赖他，依靠他暂时的力量，但是最终一定要是自己有能力调伏自己的烦恼，就是这么讲。所以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一个方法，每天留一点时间跟自己对话。对，在佛教里边，尤其宗喀巴大师提倡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发心和晚上的忏悔决定了一天的质量。对，早上起来以后不要着急去按照程序去办事，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洗脸刷牙上班，坐在那儿，就像要程序，机器一样。对，机器一样。然后宗喀巴大师说，等一等，给自己心一个空间，告诉他一天开始了，多么美好的一天，生命又是如此的无常。你给自己一个喜悦的时间，你也得给吧。对，所以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如太阳一样，我的心一定要为他人去做点什么，即使做不到，我应该不去打扰他人的心。等到太阳落下去以后，你的一天结束了，等于你的一生结束了，一天是一生。对，然后给自己一个交代，早上那么美好的发愿，有没有在这中午、下午有没有被微信打扰？有没有被电话打扰？有没有短信？有没有被 email 打扰？有没有被他人的眼神打扰？对，你会发现有各种。你先原谅自己。你是一个凡人，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呢，如果明天生命还在，你一定要呈现比今天更好的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早上给自己点时间，晚上给自己点时间。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或者有信仰没信仰，如此懂得跟自己相处的人，他才懂得跟他人相处。对，那么每天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这种修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止和观我们能够知止，才有定才有静才有安然后呢，观就是我们去关照自己，
的。有的时候大家说关照自己的时候，也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要去关注什么三轮七脉呀、七经八脉呀，我的气脉通不通啦？哎，我什么神通了？其实我们关的到底是这些东西，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心灵上的波动？当然，在藏传佛教密宗的无上瑜伽部的修行来讲，它有许多关于气脉的东西，但这已经是不是我这种根器能达到的，您太谦虚，这是一个非常高层的境界，我也不曾拥有过。那我唯一做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要饭的出家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你的心已经沾染了很多的东西。我不敢奢望说把沾染的东西都去掉，我最起码要阻止再次沾染，再次受伤害。对，所以我每天我的修行里边没有太多的功课，也没有太多的烧香拜佛，我只关注心他在干什么。与人谈话的时候，哎，我有没有傲慢？我有没有嗔恨？我有没有怀疑？我有没有很多的东西来打扰到我的心的清净？一天到晚我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行方法，没有诀窍。可能你们认为活佛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修行状态应该是进入到哪种禅定，这个可能会让大家很失望。确实没有任何，我只看我的心，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对，我觉得呢，孔子其实也说过一段话，就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对于我们生活所能感知范围之外的，无论它是神通也好啊，生死也好啊等等，哎，我们无法去实践感知，先搁在一边啊。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自知自明，去观察自己的一切情绪，也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贪嗔痴慢疑啊，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会打破很多大家的一种负累，大家会觉得，哎呀，他学了秘法了，我没有学；他学了那个仪轨了，我没有学。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任何一刻，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开始进行这个关照了，是吧？完全可以，因为不管修秘法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种修行方法。像我这样，我在西藏的色拉寺学习10几年，理论来讲要学习20几年以后。学完五部杂文之后，才有资格进入上密院或者下密院接触密法。所以可想而知，一个人不是说不可以进入密法，就像所有人都想得到博士学位，可是你连幼稚园都没有上，你怎么去得博士学位呢？不太可能。所以佛法讲根器，你一定要明白自己是什么器皿，道的东西才是适合你的，不适合你再好的东西对你来讲没有用。包括一些现在大众比较关心的这种所谓神通的东西了。神通的定义就是你所不具备的能力，他具备。那么这个东西，济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里边讲得非常的好。对于我们来讲，老鼠就有神通，它能穿地。难道你想成为老鼠吗？不想。所以这神通跟你没有关系。没错没错。同样的道理，在佛教里面，神通就是一种魔术。我们无始以来，从佛教的因果伦理来讲，我们无始以来曾经得到过神通，可是它帮助了我们吗？没有，我们还是一堆饭。你连当下的心都驾驭不了，你能驾驭得了神通？不能，那么这个神通就会害你。所以你有一颗自在的心，你什么都强。我觉得您对于神通的这个开示呢，对我们很有启发。因为神通，我们往往理解为像孙悟空啊，各种各样的妖怪啊，这种叫神通啊。其实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生命状态的延伸伸展。通呢，也就是我们心理智慧的通达。一个人的生命状况，像您说的修行者，他的这种生命状态肯定要境界比我们更广，所以他的通达，相信是只是因为境界比我们更深更广。我通过您的这种教诲，我体会不知道对不对啊？您只要站在自己的这个当下，接受一切啊，去踩在这个台阶上，自然下一个台阶就会展现，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强求，我现在一定要有个天耳通，要有一个天眼通是不是这样？只要守住当下这一块，就像树苗一样，它自然会长大的。其实很好理解了。所谓通眼通耳，其实有了望远镜，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这是一种神通。现在的微信全部都是神通，可是它打扰我们的东西太多呀，没错没错，所以你驾驭不了它。所以你有这个，还不如没有静心。如果你有一颗特别清净的心，
再有什么你都可以驾驭得了，那是你的东西。对，而且这个神通，我觉得有的时候反映出来我们学佛法或者说追求真理的一个初心啊。如果我们的初心只为了求心呐、求义啊、求所谓我们得不到的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神通，俗人的理解，其实我感觉出发点其实还是自私自利，对吧？我想看到别人看不到，我想听到别人听不到，哪个股票涨了，对吧？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我们还是作为一个佛教徒也好，作为追求真理的人，是不是还要脚踏实地的在世间去生活？因为可能翻译的问题，在中文里面叫神通，在藏语里面叫尊持。尊持本来就带着一种幻觉的意思，对啊，它藏文的名词里面就有一种欺骗，或者也不能说单纯的欺骗，就有一种幻化和幻影的意思。它告诉你，这也是另外一种你所具有的，但是又不真实的一个技能，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们翻的时候，从梵文里边翻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已经提醒到你这一点。所以说佛法叫这个超越文字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有的时候文字呢会传达它的理念，但也会有一些局限。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能够直指人心啊。因为如果神通是我们幻化的，其实因为我们生命的一切，从佛法角度来说，也是自己的心幻化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已经很有神通了啊。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去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次到澳大利亚来啊，这个日程安排啊是怎么去跟我们的同修、跟我们的这个信众啊去进行交流的呢？时间安排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是2年前来墨尔本，跟大家有一个这种佛法的一些探讨，答应给他们讲一堂佛学的课，对，所以这次呢，一方面完成这个对承诺，来尽我所知道的供养给他们佛法的一些所知所见。其二呢，他们在墨尔本的学生呢，又做了一个跟大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佛学讲座。其三呢，也是因为身体确实有点问题，过来有一段时间的静养，不太适应啊，静养一下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个发心啊，为大众的，真是展现了一种大乘佛教的一种心态哈，就是我尽一切的可能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您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给我们释去了很多负担，感觉呢就是说学佛法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或者那么高远。但是同时从您的话里中，我又感觉到了一个，就是说您非常的自谦说我修行的很低。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了，感觉的是修行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永无止境，它的境界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它的这种最终所以像您刚才说要学三藏十二部也好，五大论也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去听到这些东西，真的有点望而生畏这些不要说五大论了，一个论拿起来，也许一生或者几生都读不了。那么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去吸引我们，或者说有一个巧善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经论所说的东西？其实现在网络也好，这些资讯这么发达，很多德高望重的善知识们对于佛法非常通俗易懂的诠释非常多，我们可以接触它，了解佛法。其次，在整个藏传佛教，甚至是整个世界佛教界来讲，现在有各种不同国家的语言或者文字翻译成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你们不妨去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广论或者月论，或者三主要道或者噶当派的这种修行的典籍。我在墨尔本成立的这个佛学学习小组，他就学习很简单的修行八戒。一个寄诵，我们知道4句4832句，4832句里边颠覆了你以往的所有的认为的观念。所以佛法一定是打破观念开始，而不是去模仿一种行为，不是这样，就是观念。所以这样的一种修行八颂修行八戒或者三主要道，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去了解它。对，就是。